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伫个宜兰南方澳的情人湾，互大影渗落海的12岁少女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，搜救单位还佫继续伫个海岸线咧找找伊的下落。啊，平常时啊，甲查某孙相依为命的阿嬷，一透早就炸着少女的衫啊，到海边啊来等待，希望会当等到奇迹来出现。另外，当时甲这个少女做伙互海影渗落海的姓张的男子，是一个职业军人。顶礼拜2个人才透过手机啊，交朋友的软体来熟识。第一届带这个佚佗就出意外，即卖这个男子嘛，互警方以掠有罪来函送。掠有罪就是诱拐着未成年者脱离家庭。少女的衫挂悬悬，希望讲会使为伊指引转来的方向。阿嬷的心情是对海影起起落落。拢到我困，你才唔甘对吧？是啊，红个就拢我带啊。查某孙啊，和海水架起已经超过24小时，这个阿嬷真着急，希望讲会使出现奇迹，愈想愈艰苦。很快啊，咱人拢甲因阿嬷相依为命啦。一个查某囡仔是阿嬷带大汉的，妈孙啊2个人相依为命，想不到2月透早，阿嬷真卡打出门做生理，这个小女后脚就走出门，甲网友去海边啊。你也是有落海是不是？对，我在就被海推上来。他说他有先上来，他只是来不及救，因为那时候海已经要过来，然后他又被拉走。25岁姓张的查甫人是职业军人，伊讲伊甲小女是伫交友软体熟识，头一摆见面，一开始讲对方是已经18岁啊。警方查证了，发现讲这个小女才12岁，伫读国营，伊带未成年的小女出去佚佗，可能牵涉到刑法的掠有罪，会使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讲起咧直升机继续咧找人，时间1分1秒安尼过去，家属是愈来愈烦恼。海上风影真大，警察人员全力咧搜救，无放弃任何希望。希望用伫风台到位进前，会当找到伊下落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